plan 也是讲要这个advantage plan， 你要看你迄个 area available。有个人讲我听这个袂歹咧吼，啊但是你大所在都无这个 facility， 哦，你附近都离迄个开始做远的，啊对来讲无方便，对。那么咱跳到这个 original plan 的时阵，你有几个选择，就是讲这个 Medigap。 所谓这个 Medigap 就是讲，伊头头甲你的这 copayment 你的抵押度拢甲你 waive 掉。那么伊有内底有几个选择。咱乡亲路一个老先生，伊讲种啊足奇怪呢。我过去吼，若去看病，伊都拢毋免甲我请一钱，是啊，即届还甲我摕千几箍。啊，我看过讲，你都伊有买 advantage plan， 伊有买迄个 Medigap 无毋对。 For some reason， 唔知上去个介伊讲，伊还搁等像我嘛，伊本来买一个叫做 Plan F 的，伊 Plan 有足侪种吼，上好是迄个 F Plan， 迄个 Supplement Plan 吼，Plan F 是上好，大概都咱老讲，即个会当waive拢甲你waive掉啊。结果伊去甲改做 Plan A 就对啦。Plan A 的时阵，你遐抵押就要甲你出啦。 我迄个做袂好，差毋是讲差真侪钱，但是你迄个 benefit 差足济的，哦，所以你爱吼，你make decision 吼，你要买这个物件时爱真 careful， 爱找有 license 的人去来介绍，哦，啊，联邦政府足惊讲，这个做保险人去骗老伙啊，所以拢足严格要求就对啦，哦，拢爱有相当要求，就是讲你爱 make sure 就是讲。 去甲你解说人，袂当甲你请一钱 ，OK， 袂当甲你请一钱，要甲你解说讲你这 plan， 甲你 fully understand 了，伊才能甲你 sign 落去吼。所以上无你要了解这物件。OK， 我头拄甲大家介绍讲，有几个朋友，你若有这本簿啊吼，第55页，这是你的 benefit，55页你摕出来看吼，55页吼。 55页就是这个物件，就是讲你的 Part A 也好，吼，你的 Part B 也好，伊有互你 benefit， 但是 benefit 你有去用着无？吼，若要爱人家有吼，才有这只 Page 55吼 ，Page 55吼，这你会摕着吼 ，Page 55就是讲你的 benefit， 你逐年你会当免费做一寡 screen， 做一寡 process。 你有去享受，吼、这内底我有甲翻做中文的部分啦，吼，翻做中文的部分吼，你大家会当看，就是讲你有去做无，这免钱的，哦，不管你是做一个 plan，original plan 也好，还是讲 advantage plan 也好，你有去做这经验无，吼，这你会当家己去找 page 55，迄对来讲。 是真好的一个参考资料吼。过来就是要选择吼，即头拄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即个 Medigap 的时阵，这一 plan 内底，这详细字也看无吼，就是讲上好是即个 F plan 就对啦。即个 F plan 的时阵，甲咱头拄讲的即个 Part A 的 deductible、Part B 的 deductible、copayment 大概拢过不掉，安尼吼。 Foreign travel travel 吼是安尼啦，你若是海外吼，原则上是无啦。但是你若 emergency 有啦 ，emergency 有啦，吼。这个 question 哈，Plan F 哪遐好，是不是有 limit？ 什么人来当 qualify？ 你都 Part A、Part B 就当 qualify。当然咯，当然。伊就是 original plan 的时阵，就是有4个条件嘛，就是 Part A 大医嘛，吼 ，Part B 迄个门诊看医生嘛，过来就 Part D 是 prescription drug， 这拢规定政府规定你爱买的哦。 然后 F 是 wave 遐个。F 是 gap 的 supplement 中的一个 program 尔，吼，就 F plan 就对啦，就 F plan 这是，所以你会记 original plan 有四个 criteria， 就是 A、B、D 加 gap， 就是 supplement。你若讲这个 advantage plan 就是讲 C， 伊就是 already cover A 加 B 啊，有的 program 是有 cover D， 但是
伊的规定是 not necessary，OK，伊若无 provide 的时阵，你就爱家己搁家己买就对，安尼尔，主要是。但是 don't get confused， 就是讲有的人会甲这个 C plan 甲解说做 equivalent to supplement， 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你若伫 advantage plan 的时阵，你就袂使过去买这个 supplement。假使讲一个 agent 明明知影讲你是 advantage plan， 甲你介绍讲你来买迄个supplement， 迄是 illegal，OK， 迄是违法的。除非你同意你 fully understand， 因为你若买一旦买 supplement 的时阵，你就主动取消你的这个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所以这点真重要。我时常有听到咱 community 有乡亲你讲，我就是开始但是我还有 supplement， 我讲这绝对唔对，这绝对唔对。哦，你爱记住就是讲，政府联邦政府甲你要求、甲你规定，阮每一年去 renew license， 第一条就是甲你考这条 ，OK。你袂当甲人去介绍讲去买 supplement，OK？supplement 是伊 under original plan 才会当买 supplement， 伊 have to be fully understand。你若是停留伫这个 advantage plan 的时阵，你就迄个 system 甲你 take care。但是有的人会甲 advantage plan 的 policy 甲解说讲相当于 supplement， 迄是错误的。安怎讲？policy 你像我开始来讲就好，共款伊嘛是有 deductible，OK， 你嘛是有 copayment， 你每一摆去看医生挂号费用，迄拢爱啊，迄就是 copayment。你若倒来这个 original plan 的这个 supplement， 这拢唔免出，吼，这个 supplement 内底就甲你waive你的 copayment deductible 拢waive掉，所以这是 big difference。所以这单上会 get confused， 这单先 get confused 吼。OK， 过来就是这个Part D 吼，真侪人，这 extra help 就是讲你若 low income 的时阵啊，你才需要 extra help 就对了吼，这是 income 的部分，这个无啥。我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 health plan。那 low income 有包括财产啊？就这个吼 low income 的时阵，财产是看你 income。但是你若 Medicare 的时阵是看你的财产哦 ，Medicare 是看你的财产，所以这是我头讲，这 Obamacare 甲这个 Medicare 的 big difference， 就是这个 Medicare 的部分。一个64岁以前的人唔免看财产，因为你足有钱，你嘛当 qualify 这个 Medicare。照我知影就是讲，你若65岁以后你摕 Medicare 的时阵，你若过身的时阵，伊甲你清财产。你过今年变成不用给伊摕倒转来。我这是安尼，吼。那是4岁以前。无以后，你65岁以后的人，你若去领白卡，有的人领个足欢喜的对无吼？但是你都千万，你确实无财产。你有财产，你卖掉是总签。你就64岁以后。咱有5岁。财产，64岁以前。所即摆简单来讲嘛，咱差不多第一节讲的Obamacare对无 ？Cover California 对无？你因为伊要顾每一个人去 qualify 这个 new program 对无？所以伊就定出来讲，你的收入若是 poverty line 138% 以下的人，你就 qualify 来领这个 Medicare 白卡，简单讲白卡就对。但是伊无规定讲你的 income 偌济，无你的财产偌济，无管你的财产偌济。加 income。加 income。哦。啊，联邦传统的这个白卡吼，这个 Medicare 这传统的这个，是爱看你的财产偌济。啊，所以这单无解税啊，这是big question 所在吼。啊，即马这个吼。这个新的这本册吼，你若像有家己当看，就是讲，伊有甲你真清楚的介绍，你住倒一区域，伊有甲你分讲，你有啥物 program available， 伫上尾第12迄个 chapter 内底吼，伊有甲你你家己当选就讲，倒一个 program 对你较有利。
那么这做保险的人呢，除非我有去申请讲，我今仔是要来甲你介绍讲 sales presentation， 啊无我袂使甲你讲做一间上较好 ，OK。咱今仔做这个 education program， 就是讲甲你介绍 general concept 安尼尔，所以我无甲大家介绍讲做一间上好，我袂使甲你介绍 ，OK。上好的时阵，你家己看迄本册，迄是政府规定，你家己咱看，你咱看就是讲选你的区域内底，你要安怎选，你选啊倒一个 make sense。